了一群爸爸，就这么让嘎叽嘎叽嘎叽，人通过那目的家里家里，这个不叫自己去把自己公干不成这一去把你一直在去主动的，去家了老祖也了一群爸爸，这里是个家庭就生意，马路没比没把谁生意，别到崩了也别要用，跟分手的男友，撒起光了特别求人，是苏醒的男友，撒起光了特别求人。我做了long做一道不易，我做了谁休息都不易，我做了不对这大不易，我做了这这大不易，恰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敌人拿了啥子让我做人更重视，觉得就不要忙碌，梦退去奔奔。我做人的人子，要人的长松，恰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别人闹了啥子，让我做人的长松，蓝色的那个梦不，开始不开也注定，我做人的人子，让人的长松。没别扎西熊，修了过看没别扎西熊，想了弄了就别扎西熊，三千多身板别扎西熊，三千几板没别扎西熊，三千几板没别扎西熊，扎西熊扎西熊扎西熊来碰上做不熊，恰来西不熊，用来恰不熊，别人闹了啥子，让我做人更重松，觉得就不要忙碌，梦退去奔奔急，我做人的人子。西不说，用来恰不说，别人闹了啥子，让我做人的重松，蓝色的那个梦不，开始不开也注定，我做人的人的，让人的长松，恰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别人闹了啥子，让我做人的重松，记得给婆娘梦不，弄醉去奔奔。我做人的人的人的长松，恰来西不说，用来恰不说，别人闹了啥子，让我做人的长松，蓝色的那个梦不，开始不开眼注定，我做人的人的人的长松。刚吃沙兰腾。梅都帮那些，给这人的就叫这不当不当，大大抗比年吃当，抗比年吃几扎瓦，抗比年吃几晨晨十遍，上班来一产生这年的，俺这乐走了这项比这不当吧，错吗？不抗上。各位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康巴卫视、康巴卫视网、康巴卫视微信公众号、香巴拉资讯客户端收看我们节目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俺伦真把林凤营充满热情的嘞！热情的嘞！大家好，我是青青。俺文倩拉梦音充满顾康上。俺伦真把袁德英，都跟俺做瑞阳当娘多，你冬年后那个财务他妈的怕了些瓦当，老干还没个出来呢，心里落啥暖头说的，俺做这些个错话了。得了两把的，他妈个他娘用的马节金，俺说节目个用着了，热股些。对，今晚啊，我们以音乐的名义相聚，共同度过2020的最后一个夜晚。让我们在歌声中辞旧迎新，畅享幸福生活。今晚我们以音乐的魅力相聚于此，共同迎接2021的第一缕朝阳。让我们在歌声中畅想未来生活，展望美好明天。这年度年续了呢，修用人将这群从现阶段，老爱人家将按这3把来出雄为扎起比落实的啦。家用公布层面，他只都在这个人面，都有内在我这个的电厂中这家可投币落实的。我做了3个中面特别论的呢，利用呢，俺人俺进抽一个这差感觉是人啦。
年纪大了，这位手臂利用得到给，没懂没法的在山当参克偏执就这些年，没聪明个立身所为，得这大不西就业者。回望过去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13+5”规划收官的喜悦之年，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创造了伟大抗疫精神的祥和之年。这一年，我们有太多的感动、感悟，也有太多的欢喜。音乐无时无刻不陪伴在你我的身边，传递着情感，承载着思绪，给我们力量，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温暖。人做不能吧？这里俺做罗巴罗马那级，天比洛阳日嘞，他见你们级，河南长不的，娘多的。这里俺做。江巴拉人样强个敲照些吧的，今年培节级龙学堂，俺是马个对着300个对了2多嘞。是的，今晚我们还将和众多的优秀的歌手在一起，给大家分享温暖，给大家送祝福。今晚我们还将共同见证香巴拉音乐计划的发布，共享文化成果，传递时代新生。100年风华茂，逐梦正青春。康巴卫视也将聚集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打造新人新作，促进藏族音乐产业发展。来吧，朋友们，今晚就让我们在歌声中敞开怀抱，祝福新年！来吧！
歌曲《祝福新年》。
sambe ta po ngala me kolam cho su ne ta pure kolam cho su ne ta pure go ta pure du sambe ni mo ngala me Shun shun la ni mo la re, chume shun shun la ni mo la re, ya re lo ya gandu, ya re lo, kam disri cha sân chế cảm bị sự chân nè xuân goa ya pune cha sân chế मेरे पागा रो सांदो रे sakang santon ro cha mere sakang santon ro cha mere ya re lo ya gandu ya re lo ya gandu ya re lo ya接下来有请班错带来《父母恩情》。西
接下来有请雅克乐队带来歌曲《阿妈》。更làm trả lời rằng thời siêu lang cuối trên che ma lô sham chỉ ta mô ama che rang lô ja jo bi hi la sa chu na ta la sa ra ma ka ram ka che ni wa nga mun da je yo chờ đến tôi trôi đi gạt chân lơ la mây trên cha ma lốp sáng chỉ ta mô mà che răng đồ già trùm mi bia xuân đưa chua mai che so ra mà con rừng có trên ni mưa lá đi che là gì che so ra mà con rừng có trên ni mưa lá đi che là gì làm trả lời rằng thời siêu lang cuối trên cha ma lốp sáng chỉ ta mô mà che răng lô già rồi bi nhớ sẽ chua này re và ra mà có trên ni quên ngã chi mà yo chờ trong suy trôi ni gạt chân lơ la mây trên cha ma lốp sáng chỉ ta mô mà che răng lô già bùng kỳ yên tham trở chua này nhau tao ra mà có trên ni quên áo xám xin suy nhau tao ra mà có trên ni quên áo xám xin suy mà che răng lô già bùng kỳ yên tham trở chua này nhau tao ra mà có trên ni quên áo xám kiên suy nhau tao ra mà có trên ni quên áo xám kiên suy接下来有请彭硕达姐带来歌曲《心中的日光城》。真必定了遗忘给你满了撒季只读给你我的遗忘处变踪写着难给zan给遗忘给你马拉萨，我今恰给不得了，连张我。
起舞。阿拉山，尼玛拉山，哦拉山，若阿们伊内丘，哦那伊路阳路阳尼木，真心开拉日。两处定了，几度给你忙了，撒强耶，隆隆给几千年，宁些的北路阳人，南给长给。Zidu kini malasa O ya kawi no bulinka dinjan sinyang chiu Alasan ni malasan Oh lasan Roa me Nai semba kilambi ni malasan Nai melang kilambi ne chulasan Nai luyang nimu chinsin kilaji Lasan
接下来有请央金拉姆带来歌曲《意中人》。接下来有请歌手永丁然杰带来歌曲《姻缘》。毕竟就此那日说。
接下来有请2020藏完我来了冠军开州江才带来歌曲《梅拉卓玛》。
昨年的天哪，刚才继续说散下去，人全都把剩下把酒拿，让给了就我当去。谁从你一直想不敢你走，那一脸现在跌落的你却谁从你一直想不敢你走，那样变得三百内去接吸入。谁从你一直想不敢你走，那一脸现在跌落的你却谁从你一直想不敢你走，那样变得三百内去接吸入。接下来有请洛桑尼玛带来歌曲《姑娘的靴子》。파리라 방이데 라 아치 샤자레소 샤자레 장라자 아 상쇼조 니라이조 파리라 방이데 라 아치 샤자레소下家来将拉长，把桑修出你了女球。下家来将拉长，把桑修出你了女球。방위대 라 아치下家来送下家来将拉长把桑修出你了女球下家来将拉长把桑修出你了女球。主播侬吧，但那呢，康比年初空给中年些别，每度崩了些级别，你都年纪里实力老啥思维认出的，草民满谈的嘴巴，俺是个。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这大我们对前呢还讲究把这，大陆呢康比年初工作呢老正口为扎起比老些的。老这人，我在康比干茶地中，别着老爸老妈，俺家那个利用年初了，人给主播在线上等别把马车。老这个小马适当主家，俺家那个人了，连风给你讲，人给主播做到娘的对当南巴个的如你也的。
大俺子康比嘎唱的那些呢，别着那个了嘎先月比主播聪明个，头目个成绩打不起唱的啊。罗马人，歌舞传情，祝福吉祥，聆听天籁，悦动你心。正如翁切所讲，10年3650多个日夜，10年500多位藏族歌手，2万多首音乐作品。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是众多藏歌爱好者共同的家园，它像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凝聚藏乐力量，给我们引领藏歌方向，奏响时代乐章。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美好，传递快乐，播撒希望。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在我们康巴欢乐会迎来第11个年头的时候，告诉各位，我们康巴欢乐会有主题歌了。这到了我们俺子大新几个妹妹吧，没几个他们就是预备的。康比嘎差的杨一大当配乐吧呢，且能比个图个加修动看扎他没把系列。第那点的扎西被你们的了俺子将康比嘎差就绝对利用，也将切这些话的罗萨比个联系就知道，那就叫这波草马了不准备，草莓吐些这波容易，扎西没得可建议了。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歌手罗布桑珠。能看错，智王桑珠，这里他记给我们带来康巴欢乐会主题曲《欢乐之歌》。
接下来有请闹松带来歌曲《雪山与江河》。Semban chaki pama, rewan ban chaki toma. Chiki rock on the rock, the chewing I don't jam on. Chiki ye you mun jelly you, chiki painty to win you. Naro, Chojano, Chojan, yo. Chechana, ye, chichin, yo.接下来有请象丘公舞带来歌曲《阿妈拉》。
接下来有请罗布桑珠为我们带来《怦然心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歌手兰卡措为大家带来歌曲《帕玛》。记得
接下来有请词人拉吉带来歌曲《罗萨》。接下来有请德格叶、蒙萨、平措诺布带来歌曲《I Am On My Way》。家母是正那天哟，长路的莫弄给个样，眼中的气血撒弄给马克。罗龙家母是正那天哟，长路的莫弄给个样，眼中的气血撒弄给马克。呀啦啦，姐弟，你写的歌曲，你写的歌曲那年为不送讲那还有。呀啦啦，姐弟，你
梦的艰难，你梦的艰难，肯定比日花江南。哎呦，啦啦啦，切地，哦啦啦，切地，你现在的艰难，难为不受江南。哎呦，啦啦啦，切地，哦啦啦，切地，你梦的艰难，肯定比日花江南。哎呦。莫去叫你听哟，再来人莫去跟着嘴角，眼中的去先把茶给马公。让人家莫去叫你听哟，再来人莫去跟着嘴角，眼中的去先把茶给马公。那啦啦切里，你听我这里，你听我这里，注意别他们家讲那还有，那啦啦切里。你mau做啊，你mau就做啊，sorry 看就讲那哎呦。啦啦啦，切地，你听我。你听我这里中一比他们家讲那哎呦，啦啦啦，切地，你mau的做，你mau的做啊 ，sorry 卡就讲那哎呦，啦啦啦，切地，哦啦啦，切地，你心那就切那难为不上讲那哎呦，啦啦啦，切地，哦啦啦，切地。接下来有请智王桑珠带来歌曲《藏族姑娘》。不比不摸不拉嘎，哦不呀不印度进拉嘎，不比不摸切拉嘎，哦切动作印拉吉丁嘎，不比不摸大拉嘎，哦大给不跟动印拉嘎。不比不摸了拉嘎，哦啦啦给啥东拉嘎，不比不摸狗的嘎不嘎，哦狗嘎不咪不呀啦隆咚的拉嘎，不比不摸的比用拉嘎，哦有的家人你啦人多。不比不摸了啦。
laga oh yo jutar ni la zando te laga 接下来有请德基才人带来歌曲《朗格伯》。 가슴 그늘이 아직 말이 뭐 맛이 네 봐야지 쇼 내 신비동 다 사는 도지 뭐 맛이 네 반조지 쇼 도세 농야나 도래 도샤나 촌도래 농자나 농이 오래 오자나 신도래 다야나 신고야나 전화로 전화에 랑가분 종기는 인삼이 삼바 요구리 나는 농사를 이지를 속이지 인삼이 삼바 요구리 두둔 공봉 신토 뒤집어 버리 럼치드 쇼단 지드 대탄 가구리 지하 충고가 노래 집만 충고가 고래 마두 마두세 마두 조야 충고가 노래 정말 충고가 고래 마두 마두세 마루 마두 마두 마루 나랑 조동양 듣네요 아루 마두 마두 마루 나랑 조동양 듣네요 나를 쓴 마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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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로 조동양 들요냥 듣네요 나를 쓴 마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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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기도담 돼요 지하 충고가 요래 집만 충고가 고래 마두 마두세 마두 조야 충고가 요래 정말 충고가 고래 마두 마두세 마루 마두 마두 마루 나랑 조동양 듣네요 아루 마두 마두 마루 나랑 조동양 듣네요 中国人吧，但那抗病年吃空给，你懂年纪里没都崩那些资源，谁来落啥资源的做的？满天的嘴巴干是个。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歌会。 这中国人吧，乱的大个的了，抗病年吃空给，白里天来排几个天了，下晚啥东人把起别些了这。 这里上班了一个3代若用电信的呢，抗病年吃空跟车用3班了电呢，家弄个别了一个3张了入手下别当，过去个大当了送手下别个下片热当人把了电呢，他都别着电商配置学完了，也如现在这你半配置的这。 是的，康巴卫视一直致力于藏族音乐产业的发展，全新推出的香巴拉原创音乐基地，以康巴卫视全媒体平台为依托，是国内首个服务藏族音乐创作、出版、分发、版权推广的一站式藏族音乐产业链生态基地。 包括主题创作扶持、宣传推广扶持、音乐奖项扶持、版权保护、交易扶持等等一系列的举措，为藏族原创音乐的发展保驾护航。我们的香巴拉原创音乐基地，同时呢，也得到了业内众多专家的关心和厚爱。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就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音乐家协会主席梅朗多吉老师。我们有请梅朗老师。 给面了都接了，该得朋友了，呀，给了扎西的嘞。老萨扎西的嘞，梅朗老师。那朋友了，我去路途都别把了给了，我是中美语。这中能把大，我去给面了多见扎西呢，家看着人把东北个东上把不扎西的。但我是充满了恰吉粤比、湘西点比、阿玛东、康比、坡给数，但张群得到充满了我去给面两个东西的话给了。 那些但那个大罗斯尔比个弄了，我去个大
别个利用啥东西这个罗琼所以那样恰几个项目弄是节目这，的那罗啥边那跟了的，可这个啥东西的呢？可做了这话真的可以给了。那罗啥班那啦，你面对那啦，我做罗琼伊那，我做美丽的个，就这。是吧？6年不停的装头那个，没让水军，也不装子也不装头那个，没让水军。拉些，给了土地钱，俺这种的呢，罗啥边那给了，可是电通用为啥是面对可定了？是的，谢谢梅朗老师的支持。今天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梅朗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香巴拉音乐的顾问。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柳耀辉上台，为梅朗多吉颁发香巴拉音乐顾问聘书，有请。谢谢两位领导留步，有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启动台前。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启动香巴拉原创音乐基地，同时，让我们有请启动嘉宾。四川广播电视台编务总监、康巴卫视总监孔斌，藏族男高音歌唱家村根，藏族音乐诗人满马三智，藏族歌手莫拉，藏族流行音乐制作人蛋蛋，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让我们一起倒数5秒钟，5、4、3、2、1。香巴拉藏族原创音乐基地。这中东把俺这种的呢，若用把公母是俺这上班里个啥的，若用带着弄修呢，下娃真的些呢，忙把俺这别着带上，让给地那银上上，人家地那热上上，公母是不得别这些面都可电影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年里，让我们一起祝福高原的明天更加美好，祝福人民的生活幸福安康，祝愿我们脚下的道路都能洒满阳光。让我们一起心手相牵，携手并肩，共同唱响高原上的我和你。
我知己，我深情地遥望着你，跟随你走马驰骋的身影，感受你的梦想和热情浓，那穿山越岭的歌声是我深深的记忆。我和你一起眺望天边的彩霞，一起走向绿色的原野。我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岁月中，一起歌唱草原的传奇，草原的传奇哦。那穿山越岭的歌声，是我最深的祝福。我们一起眺望天边彩霞，一起走向原野，绿色原野，雪融大地哦，花开高原喽，和谐世界千年万年，不变的是我们相信，相守的情哟。云啊秋意，养到日日，南他们多年，让错个养到菜了丁呢，写到个半把瓦些。公车擦烂灯，梅都帮了些，雪比娘妈公里下，俺为梅都参你些。这里俺去年节点别那个前里，十里罗沙娘的事。今晚我们用激情和梦想浇灌新时代藏族音乐的百花园，期待明天好花常开，好景常在。今晚我们用藏族音乐奏响文化自信的最强音，祝福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康巴卫视2021花开高原跨年灯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共同把康比年初空给昨年写比梅都帮了些写比，年冬年节里十里罗沙社会装送这些人，能力热心参加就赢，草马彩礼内面。新年快乐！罗萨扎西德勒。